对啊，对无？啊！我想讲你等有新的某，你都歹插。阿富师对人讲无好哟，伊还问一句话尔，你著发现第二场歹做。唔是阿富师啦，啊无你是咧无欢喜太专心？拢唔是啦，我今有够衰啦，迄拄着尾箱来食倒啦。 伫咧众人面头前，笑我是一个走倒的啦。你讲啦，我这个菜是要安怎捧落去啦？啊，走道嘛是正当的工课啊，咱若无偷无抢啊，是看咱双手咧趁钱呢。啊，是有啥物无敢笑的？啊哈，你唔是我啦，你唔知我心肝来痛苦啦。英俊。 你唔通失志啦！为了咱的囡仔，为了咱的将来，你要勇敢站起来。嘿。 你还袂分到？你嘛拜托诶，我的苦家袂分遐啦，我一个人走两个人的道，会忝呢。啊那你一个讲阿三的啊？你忝，我比你较忝。我伫台顶咧两粒目睭金金一直上看阿霞甲英俊啊，真是有转来，上甲两粒乌林强要相哭的。我迄大粒面啦，样样无倒，拢甲分咧米咧大旗，互阮咧领班嘛甲强要臭头的。 搁笑，你用舌头啦，搁笑。好啦好啦，莫笑啦，啊你足可怜的，安尼唔就好啊？安尼嘛，差不多。啊对啦，真歹势呢，真个啦。拄啊，我甲英俊来商量的时吼，伊替我讲话，我颠倒互阮妈，歹势。哦，有人良心发现啊呢。啊，就甲你下失礼啦，无你是搁要安怎啦？下失礼就好啊啦，我是看你人袂歹呢。 我这路见不平呢，我这毋是讲问讲，你有啥物好康啊，通我互我呢？啊，你互阮妈，即马搁讲我人袂歹哦。哎呦，无简单哦，你这支嘴够人好咯哦。我这个人吼，讲话是真直啦，啊，同样讲吼，人爱足好的，我才有讲好咯呢。啊，若无吼，哈，叫我讲婆吼，讲迄无影无食哦，我做袂到哦。 愈听气毛就愈爽。你虽然家婆，但是讲话足实在，赞啊！听了有爽。哎，啊无你较早拢当作我是啥物啊？讲过你是三八阿辉啊？哎，无没有，迄是较早啦。啊，若今嘛吼，我感觉你人足好的，啊，足苗条的安尼。啊，你话我差不多一点啊。我甲你讲啦，我甲阿霞吼，拿姊妹啊咧，啊若无吼，我插你甲英俊啊，要相拍要冤家。 啊，若讲到这个英俊啊吼，真正使人破费。财产吼武了了啊，即马搁连一个走道工价都做袂牢。我看规期吼，叫伊去打比赛。啊，其实吼，这嘛袂完全怪英俊啊啦。啊，无要怪啥？伊就去迄林仔文生糟蹋啊。文生啊？迄文生啊吼，嘛有来食倒呢。啊，互英俊啊足歹看的啦。我嘛是听阮遐走道咧讲吼，才知影呢。太转了，你我来这要创啥？你无糟蹋英俊，还是会死哦。无你的代志。等下，你好，等敢要拍看卖哦。我甲你讲哦，我是阿霞甲英俊的管区哦。
因两个柱头甲骹枕头拢是控金仔粉的，是袂堪要你摸的哦。你若好胆敢甲摸一个吼，后抓毋难的尔。无介意上，无介意，助你来找我。恁爸不管是食凊饭等你。你若袂堪要等吼，无要紧啊。摕去啊，即嘛互你讨。摕去啊。但无迄个叫嚣要人欺负。头家娘啊，哎，甲你拆药啊啦。你好，吃啥物药啊？啊，都吼，看迄个吼，年岁较济，食了会水，较少年的迄无啦。有啊，啊你著真少年啊。头家娘，你是足爱讲笑的。迄老人咧食，较补的迄就对啊啦。我知啦，你知吼？我知。啊，无甲我拆两拆。好，吼，摕较好的呢。好啊，你遐坐啊。好好好好。哎呦，妈，哎，听个拄着你，你安尼？真衰哦。啊，你家下跳出三味的哦，恭喜恭喜恭喜，足好命咧，要做阿嬷。嗯，财产都去用霸占去啊，生一个孙来抱，嘛看会较好命袂？是啦是啦，无怪你会遮疼小阿下啦。是讲妈，你有影真够操烦呢，是讲人阿下。太泉也毋是甲顾较好势溜溜。啊泰泉啊甲阿霞，因两个是兄妹啊。啊泰泉啊照顾阿霞，这当然嘛是应该的。妈，你安尼讲，实在是足有道理的啦。人太泉啊为着阿病囝尔，就甲英俊啊骂甲头路做袂落。啊，你搁咧暗骂太泉啊？啊无文生啊。查甫人的喙齿唔通伸遐长啦，阎罗王迄支刀啊是来闪闪啦。哎呦，阿弥陀佛咯！妈，你讲安尼足超过呢。那恁后生媳妇伫外口做这代志，大家拢嘛有看到。你是讲我较小明会，唔敢讲了受贪白。大家拢咧讲吼，啊恁阿孩啊到底是对一个？后家娘啊，我要食迄个闹着药啊啦。太泉，文生的人是足够口气的，你是也无需要去甲伊斗。惊啥？伊个恶人无胆啦，若无小甲拍一个生惊的吼，伊煞踮遮哩耀武扬威。是讲吼，冤家相拍嘛无了时啦。啊，咱这善车人嘛无伊个才调去甲伊安尼点啊冤啊。不管啦，人肉咸咸煮你来啊，对无？若无小甲修理一下吼，到时伊就软土深骨，你甲英俊啊，都叫欺负甲舔舔舔。像英俊啊吼，食到要做老爸啊，个性拢袂改呢，袂堪你安尼讲两句啊，一个无欢喜工课放落都毋做。我想讲，家无半点手艺，想我替伊烦恼。免去烦恼这啦，恁爸有放手艺互你啊，干那靠这恁若肯做吼，饲囝还阁无问题的。啊，若迄个死人吼，要趁无爱趁随在伊啦。我毋是烦恼伊无甲斗趁钱啊，我是烦恼伊种个性，做工课呢无懒无呢，啊，逐工怨东怨西，后摆吼，家己囝都看会无起。这是有影啦，老爸若做无起，较是有影悲哀啊。啊，但是若要叫伊讲出去靠啊看人的目色来趁食，伊阁袂管事咧。安尼啦，归去啦，叫伊去做一个小生意啦，这个钱互你啦。你花钱要创啥啦？啊，就互英俊啊去摸人啊了，开一间干仔店嘛好啊，家己做头家就免出去靠啊共顶头啊啦。袂安尼啦，英俊身躯变150年哦，拢会可以家己去趁。啊，若无，这种软只的个性哦，甲老了袂改。哦，日头都还未落山，你就妄妄假提，你要等甲伊个性甲伊家己会去讨趁哦，迄逐个老早就枵死啊啦，退去啦，上无目前生活嘛爱大啊，对无？啊，退去啦。好抓着吼！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
退去啦。看了着吼，我拄嘿嘿嘿。哦，刚才是我亲目睭看着哦，若无我真唔敢相信，讲恁两个安尼敢安尼偷来暗去。阿弥陀佛咯，是嘛？啊，无你即摆讲安尼是对唔对？那唔对，我若无声无气，我唔敢黑白讲。明明你就摕去搭钱买啊哈，安尼无按卖心。等你嘛甲差不多，我这钱是要摕互英俊来做生意的呢。摕互英俊啊，讲到遐好听，啊那就这沓钱赌下下遐去啊，那就要黄叶呀。吼，啊我这是为了顾恁大家的面子呢，啊无你爱我去菜市啊发红听着，啊讲我咧救这就无法数。是啦，卡桑，拆船遐个钱，真是要摕来互英俊做生意的啊。你敢去？这款败害文化的代志，你也做得出来？下死下贱，死贱人嘞！卡桑，我甲泰泉敢若亲像兄妹啊咧，无像你所想的安尼迄种暧昧关系。我人也阁好好咧，免甲跪啦，若要跪哦，去靠你老爸听啦！哼，白见笑，有爱卖无爱卖，你两个家己使啦，白见笑，白见笑，嘿，啊无这个查某人的是搁你翻啥啦？啊，开啦，莫跪啦，啊无你做唔到代志啊，跪遐大呢，开啦！出去啦！你安尼出去，你请你讲什么话？我得来甲管。安尼对，你用多一支手手要给我提工资啊？哈！人单只开刀尔，你就给我张唔做哈？好你家在是我几啊替你的手呢？也若无时到啊，芳菜袂赴人食，猪家若开喙，我要用什么话通去应人啊？哈！你要迄个死人面孔提工资啊？你讲安尼个顶大呢？我菜嘛芳有对啊，我嘛伫遐等开刀。你当作我食饱饭啊，趁上伫遐等呢？吼，英俊啊，你实真无出团呢！啊哈，哪会嫁甲你这种翁啦？哈，了然啊！你莫甲我讲你遮尔济啦，要互我唔互我，你讲一声嘛。互你阿婆生囝真拼咧啦！我看互你啦。哎呦，你莫插味啦！啊，富师啊，这摊我领你双份工哦，伊的钱哦，我甲伊切就好啦。无啊，偌记啊！你当作我是乞食是？你甲你本，你甲摕100块互我。啊，你走倒才捧一项菜啦，领咧，啊，无你是要甲我领偌济钱啦？若像我这种头家吼，真有良心啊啦，无像你较早咧做头家哦，工钱发袂出，佮加大班，马东马西。我甲你讲啦，圆人的变，变人的圆啦，你也免想遐歹啦。你吼，若你若下吼，看会较甜翁咧，啊，若无吼，你是一世人扣角啦，摕去啦。我想看干嘛，看会靠志气的袂？啊，想袂到讲100块摕嘛做走呢？唉，了然啦。变啊！无。变啊！无。变啊！无变啊！啊，哪里有？变啊！6点总正啊！啊，对啊，啊，对，有钱哦，不要做啦。10万啦！真是啦，6点。10点咯。几啊？哇，7点，喂。来，你叫6点啦。变啊！真正2点啊啦。来。来了，可以了。你呀6点啦。 6点，走，来，啊，对了，哦，对，来，10万啦，7点，向前，8点，来，中毒啊，4万，来，对了，有啊，哎，你几点？7点，看伊啦，看我。有啊6点。真正，你比我来。来，对了，我带一碗，来，好，对。来，你爱水啊？哼，变啊！6點，我知。來，對了，好。
好，哎呀，来，对了对了，10万啦，边几个？咩啊？啊，变，这50，来200，600来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好啊，你莫搁跪啊啦！你就是跪到骹长去吼，人也袂甲你唔甘啦。太全，你紧转去啦，莫留一支话病倒互人讲闲话啦。啊是要讲啥物闲话话？咱两个清清白白是你惊人讲啥？啊，我规气逐个招招的吼，来去派出所对质啦。你莫话歹做人好无？无你即摆是要创啥？创啥？要关门啦！恁两个真够欢喜啦，看着真艰苦啦，规气我门款的，无看准煞啦。当你嘛较有天良的，即摆是恁兜破产无地通住，来你住阿霞因兜呢？啊，你说厝渐渐的门关关的，袂互入来。无你这是以下海的什么人啊？你敢搞讲话咧大细声啦？怪就怪是你惊你哦！等。啊，你的意思毋就讲我甲阿霞真是有安怎就对？歹势，我太全啊8年带清气，袂做这个垃圾代志。鬼知影呀！好啊，你脚甲夹着啊！你啊夹着就赶快！啊哈，是发生啥物代志是毋嘛？你来跪咧遮啦。英顺啊，你做等下上街拄好。敢毋知恁这个好某吼，甲太全的有暧昧啦，你还阁毋知影？较上5岁啊啦。 5岁，也毋加在我目睭无痴眠，我亲目睭看到啦，看到太全啦吼，叶一头一后阿下，叫做5岁哟。太全提钱我，叫我摕互你做小生意，啊，毋过我无甲收。安怎？你甲当作乞食？叫咱来摕一个救济我。我是好意呢，好意，你免伫遐假好势啦。莫怪阿豪有钱哦，通我讲卡上。倒是原来就是你摕钱哦，阿豪。你对阿豪有意思，你俩做我不知是。英俊，我卡上的钱，拢是我家一身5年欠落来呢。你莫甲我讲这个啦，要地钱信，量早甲我讲啦，我趁互你啦。钱哦，我人2倍也够有啊啦。六三，我你即摆讲你六三？68啦，安怎？你搁走去跋筊啊？你看领无点呢？你敢看我会摔规世人心？我甲你讲啦，若这人人影叫的时阵啦。英俊，你甲当佫袂觉醒？跋筊事业我家己担当啦，较赢人救济啦。无定到尾哦，连某都顾袂掉哦。我你即摆是咧讲啥哈？你正经无甲你拍拍，你唔敢通讲清楚？你这个是咧创啥？你才较恶过人呢？计小这个生气，你想拍人啊？啊，你若搁继续互跋落去哦，到时连你都要拖落去了连，你知无？阮的钱，你也咧管阮跋，你也咧人管。啊，好，真好。啊哈，你有影真好命就对啦。你看，恁大家竟然听恁翁咧跋筊啦。英俊啊，你看咧，搁咧使弄，搁咧使弄啊啦！太全，你紧离开遮啦。你叫我离开哦，袂用的啦。恁老爸过身的时有叫我讲爱甲你顾好，袂使互你受苦的。今仔日这个场面，互你跪到这艰苦，我敢袂使尻川盘盘的，阵仔做我走？我若无甲这颗烂烂的拍拍拍互角醒吼，我无法度对恁老爸交代。不要啦！你这个人你要冲啥？你想要跑物件？你看你！太准了！太准！歹势啦，算讲我较家婆啦，管恁兜的代志。
哦，小港时间会出回来啦，都是你啦！哼！